咱来听故事。后一班哦，搁要8点钟才会来呢。哦，足久诶，足久诶。阿花，嗨，咪咪，啊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找阿明啊！你哪会穿甲遮水？我甲你讲哦，这首就是我上介意的洋装。那安尼，我先来去啊哦。哦，再会。阿花再会。就想要穿公主的洋装。阿妈，啊，你看足水耶！我嘛想要穿公主的洋装。是哦。阿妈，你看，你穿啊遐尼水，伊嘛穿遐尼水，我嘛想要穿。人我原底就足水的啊！我想要穿啊，公主。哎呦，好啦，实在是哦，愈袂过你。我想好。我是公主，公主是要安怎坐咧？公主就要安尼坐，上有气质。公主上爱啉下晡茶，头啊，你敢爱啉下晡茶？好，你先，换我。公主上爱参加舞会，呜呼，呜呼，啥物？你讲我足水耶！安尼我以后做啥物代志，拢要穿这束公主洋装。我足水耶！哦，妮妮咧，哪遐久啦？家己讲要练习2人3脚的。你哪会穿安尼啦？足水的吼，就公主吼。嘿啦。穿安尼足歹走的，小喘。你确定爱穿安尼练习2人3脚哦？会使啦，我大拄啊，拢安尼走过来啊。好啦。咱一定要摕冠军。好，准备，走！加重！起来啦！我被人起来啦！都是你啦！我决定啊，稍等。妮，你脚手哪遮紧啊？当然啦，你不爱做公主啊？是毋？公主要运动的时阵，嘛是爱穿运动衫，而且安尼咱才会当摕冠军。好，咱要来摕冠军！